韩国瑜今仔日继续伫嘉义展开着倾听之旅，到嘉义县的海线地区拜庙走基站。韩国瑜阁专工到六卡乡的老人食堂，穿着卫生裙，帮长辈时代底饭硬菜，陪长辈时代做伙来食饭，展现着亲民的形象。 挂嘴暗穿料理裙，重要时啊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到嘉义县六卡乡的老人食堂斗底菜。韩国瑜来遮，甲当地时代做伙食中岛饭。伊今日选定路线，同款是国民党真艰难的选区。规港行程包括有水上、六卡、破厝等等所在。地方现任的立委就是民进党蔡益仪所在所在，刚好有真侪支持者。 我们各位嘉义县的所有的政治领袖们，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重新思考，以人民为本，放弃以权力为本，一心一意效法妈祖的精神，我们共同来创造美好的台湾。韩国瑜下晡继续去嘉义海线的所在，除了到东石内海采蚵仔体验饲蚵仔人的辛苦，佮要到布袋甲义德进行座谈。 规港总共有9个行程，包括有嘉义县7个乡镇市。